喂 ，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今集嘅 Chelsea True Blue。今個星期六晚將會有車路士對住曼聯嘅英超大戰。兩隊波喺上一輪英超入面，同樣係喺主場輸波，令到雙方嘅分差依然維持喺7分。換言之，如果車路士能夠贏到波的話，雙方嘅差距就會收窄至4分。相反，如果曼聯作客能夠擊敗車路士的話，就可以拋離車路士10分，進一步鞏固到來屆嘅歐聯資格。咁所以呢場波就名副其實係一場6分波大戰。咁究竟車路士今場波有冇能力可以喺主場度擊敗到曼聯呢？我哋而家就一齊探討一下。首先，曼聯原本喺爭取英超前5位方面有明顯嘅領先優勢。喺卡域克領軍頭10場入面，曼聯喺聯賽度取得咗7勝2和1負嘅佳績，更加試過喺1月份連續擊敗曼城同埋阿仙奴。加上曼聯都只係得返聯賽賽事需要應付，喺1周1賽嘅情況底下，想攞到今屆嘅頭5名其實都係一件好樂觀嘅事嚟嘅。咁但係細估唔到，佢哋喺近4場波只係贏咗對維拉嗰一場波。最近2場波面對住般尼茅夫以及列斯聯，更加總共只係能夠取得1分。而睇翻呢2場波，其實都有同一樣嘅共通點，就係曼聯喺下半場都有球員被逐，分別就係哈利麥佳亞以及利辛度馬天尼斯。喺打少1人嘅情況底下，曼聯失分嘅機會率都高咗。咁當然，紅牌絕對係曼聯呢2場波失分嘅關鍵之一。但其實細心留意，曼聯對住列斯聯上半場雖然係11個打11個，但面對住對方嘅壓迫，一眾曼聯球員都顯得相當之狼狽，喺後場不斷有組織失誤嘅情況出現。咁點解會出現呢一個情況呢？除咗因為國際賽令到佢哋休息咗24日，導致一眾球員嘅比賽狀態下降咗之外，最大原因就係因為佢哋呢場比賽缺少咗2位好重要嘅球員。第一位就係哈利麥佳亞，第2位就係明奴。喺卡域克嘅帶領底下，曼聯每場波都係排出4-2-3-1陣式。而截至上場波對住列斯聯之前，麥佳亞以及明奴更加係連續10場波正選。呢2位球員可以話係主宰住曼聯嘅後場組織。而曼聯喺對住列斯聯嗰場波冇咗呢2位英格蘭球員，要由後場組織上去前場都非常之困難。尤其是係冇咗明奴，需要用烏加迪作為防守中場，導致到後場嘅組織係非常之生硬。呢位防守中場喺中後場嘅連結能力實在係非常之普通，佢做唔到明奴嗰種傳控作用，只能夠做到啲向後或者橫向嘅傳送，幫唔到曼聯化解列斯聯嘅逼搶。咁樣做亦都變相加大咗卡斯美路喺後場嘅負擔，佢需要兼顧更加多嘅傳控工作。而哈利麥佳亞嘅缺陣，更加令到曼聯喺高空防守都出現咗問題。睇翻曼聯對住列斯聯嗰2個失波，都係同高空波有關係。第一球波，約羅就喺跳起嘅時候，疑似被卡法路雲侵犯，本身都有機會構成犯規。咁但係如果係哈利麥佳亞在場的話，相信呢一球波好大機會係由佢去對住卡法路雲。喺咁嘅情況底下，以哈利麥佳亞嘅制空能力，相信佢好大機會可以能夠作出到一個頭槌解圍，未必會比奧卡科喺後處咁輕鬆射得入。而第2個失波，同樣地因為曼聯喺禁區內遲遲未能夠將個波清脆地解到圍，而馬天尼斯嘅解圍更加間接助攻對方嘅奧卡科射入。呢2個失波都足以顯示到曼聯冇咗麥佳亞，防守係減弱咗唔少。事實上，麥佳亞今季喺英超每90分鐘就有3.51次嘅空中爭奪成功，成功率係高達 71%， 令到曼聯喺面對高空波嗰陣都可以更加有信心。而由於哈利麥佳亞喺對住般尼茅夫攞紅牌之後，向第4球證作出咗辱罵嘅說話，被英格蘭足總裁定不當行為指控成立，需要缺席對住車路士嘅呢場比賽。加上馬天尼斯亦都喺啱啱嗰場波度攞咗紅牌，迪列治亦都因為背部受傷未能上陣。換言之，曼聯喺對住車路士嘅比賽入面，好大機會需要派出希芬以及約羅呢一對年輕中堅一齊上陣。呢一點對於曼聯嘅後防嚟講，絕對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喺卡域克嘅帶領之下，曼聯就甚少改動正選陣容，尤其是係中後場，佢哋通常都會希望保持翻一個穩定性。而嚟緊呢一場波，冇咗麥佳亞、馬天尼斯以及明奴，對於卡域克嚟講係相當之頭痛。一眾正選球員之間欠缺默契，絕對係曼聯嘅一大隱憂。而喺咁嘅情況之下，車路士今場波主場出擊，若然能夠採取主動的話，可能會有明顯嘅優勢。始終我哋呢一刻係落後緊曼聯7分，如果想攞到前5的話，喺剩翻6場波嘅情況底下，今場波基本上係一定要贏波。羅斯尼亞帶領嘅車路士就必須要諗方法喺曼聯身上度取得入球。而參考翻上場波列斯聯擊敗曼聯嘅過程，車路士今場波絕對可以嘗試主動去做逼搶。曼聯上場波面對住列斯聯嘅高壓逼搶，
喺冇咗明路嘅情況之下都顯得相當之狼狽。佢哋缺少咗一位球員喺中場度轉身，然後再將個波推上去。喺組織唔順嘅情況底下，曼聯需要不斷大腳踢上前場。雖然佢哋有出到石斯高呢一位前鋒，咁但始終嗰啲傳中咧都係比較漫無目的，令到曼聯好難喺前場度停到個波落嚟，更加冇辦法做到一個流暢嘅攻勢。而今場波，我自己估計卡域克咧係會繼續出一個4-2-3-1陣式，咁但係佢哋應該會係以防守行先，等待反擊機會。佢哋咁樣做咧，其實有幾個原因。第一，曼聯而家喺爭取後衛方面係有主動權，今場佢哋只要唔好輸俾車路士，就可以繼續同車路士保持7分差距。第二，曼聯喺缺少咗幾位組織能力強嘅中後場球員底下，今場波應該係將計就計，用翻一個比較謹慎嘅踢法，以體力化嘅方式去應對車路士。睇翻曼聯之前贏曼城以及贏阿仙奴嗰兩場波，佢哋嘅控球率都係不足50%，尤其是係對住曼城嗰場波，更加只係得32% 嘅控球率。咁但係我哋可以見到佢哋嘅射門次數係比起曼城更加多，而且整場波都有好多入球機會。曼聯嘅一眾球員突破到曼城排出嚟嘅高位防線，利用簡單直接嘅方法製造咗好大嘅威脅。至於對住阿仙奴嗰場波，佢哋就顯示到非常之高嘅把握能力，全場波只係錄得咗3次嘅中目標起腳，但最終咧係全部能夠入得晒。咁所以喺卡域克嘅帶領之下，另外有少少諗翻起蘇斯克查嘅曼聯，佢哋喺大戰嗰陣咧會用一個務實嘅踢法，希望先做好防守，然後再利用前場幾位快馬去製造攻勢。而對住曼城以及阿仙奴呢兩場波入面，卡域克咧都係用一個4-4-2嘅防守模式，般奴費南迪斯會由進攻中場嘅位置褪前一格，同前鋒安保姆企喺最前嘅位置逼搶。咁但係值得留意嘅係，曼聯嘅逼搶其實都係幾積極嘅，佢哋並唔係淨係遮線咁簡單，係真係主動會去搶對方嘅腳下球。加上佢哋一周一賽，體能就唔成問題，能夠可以喺全場度維持到一個比較高嘅逼搶強度。而佢哋呢一種踢法嘅重點係，當喺中場截到對方個波嘅時候，會趁住對方後場失咗位，然後會即刻將個波交俾般奴費南迪斯，再利用佢放直線嘅能力去揾前場幾位有速度嘅球員，例如係安保姆以及阿文迪亞路。般奴費南迪斯一向喺打反擊嘅時候，傳球能力咧都係非常之唔錯，佢好擅長去放一啲波俾有速度嘅球員去追。而佢今季喺英超咧都已經有成17個助攻，數據係非常之亮麗。咁所以車路士今場波必須要限制到般奴嘅攞波機會，避免佢可以輕鬆放到直線去我哋嘅中堅身後。至於安保姆，卡域克喺大戰嗰陣都比較信任佢，一嚟佢喺前場嘅逼搶都做得好唔錯，幫到球隊做防守；二嚟佢喺反擊時候嘅走位，以至係最後一腳嘅埋門都非常之有保證。對住曼城以及阿仙奴都有波入。咁所以我自己估計佢今場波咧都好大機會係正選前鋒。至於石斯高，今場波相信佢就會先列後備，然後如果當曼聯去到下半場需要爭取入球嘅時候，先換佢入嚟作為一個後備殺手。佢喺呢一個下半季都證明咗，即使佢上陣時間唔多，但係喺比賽最尾階段咧，往往能夠發揮出關鍵性嘅作用。趁住對方體力下降嘅時候，對於佢嚟講係更加容易取得入球。換言之，我相信車路士今場波嘅控球率應該係會高過曼聯。而我哋係會做主導攻勢嘅一方。咁問題嚟啦，車路士應該點樣去做組織呢？我自己認為，如果車路士想入到波的話，今場波就需要多啲利用兩邊進攻，主動喺兩邊作出傳中，針對翻曼聯兩位中堅嘅制空能力。我哋對上一次喺聯賽入波已經要數到去3月頭對住維拉嗰場比賽。我哋今場波真係好需要一個聯賽入球去打開翻球隊嘅信心。而最值得留意嘅就係，今場波我哋有安素費南迪斯嘅回歸。而相信佢都好大機會係正選上陣，我自己都認為今場波對於佢嚟講係非常之重要，相信佢都會想用表現去證明翻自己真係希望留喺車路士，帶領球隊取得來屆歐聯嘅資格。而我認為羅斯尼亞今場波咧有機會將安素費南迪斯擺喺進攻中場嘅位置，然後將爬馬放翻去右手邊，有翻安素費南迪斯喺度，爬馬喺進攻嗰陣咧就可以再推前少少，專心喺禁區頂位置揾食，多啲嘗試去起腳。然後中場連結組織嘅角色就交翻俾安素費南迪斯去做。而如果將安素費南迪斯放喺進攻中場嘅位置，車路士就可以出齊兩位正宗防守中場。個人相信呢個位置有機會係用拉維亞以及剛剛續約去到2033年嘅卡斯道。而喺安素費南迪斯同埋爬馬同場上陣嘅時間底下，由於爬馬喺進攻嗰陣通常都會收翻入去做一個右邊嘅進攻中場，咁所以右手邊嘅闊度就會靠右閘古斯道拉翻出去，而左手邊咧就好大機會用上尼圖。呢一個都似係羅斯尼亞打大戰會想用嘅方式，咁不過就要睇下佢點樣利用到我哋喺兩邊嘅進攻能力。如果兩邊都係出迅速嘅球員的話，車路士就可以作出更加多嘅傳中，
令到祖奧帕杜可以專心喺禁區入面揾食，把握對方中堅嘅失誤。而車路士如果想加強進攻的話，亦都可能會喺右手邊度進行一啲 overload 嘅工作，利用祖奧帕杜多啲拉去右手邊 half space 嘅位置，去製造翻人數上嘅優勢，從而引到曼聯嘅球員呢移去自己嘅左路防守，而左手邊就會交俾帕杜尼圖自己一個去單挑對方嘅右閘。至於喺後場組織嗰陣，車路士有機會好似上場波對住曼城咁樣，將古古尼亞都拉翻開少少，然後用波嗰陣就可能會將卡斯度 drop 落去兩個中堅之間，去化解翻對方嘅逼搶。因為通常曼聯防守嗰陣，中間嗰兩位中場都會跟住對方嘅兩位防守中場，然後兩隻翼鋒都會收入少少去限制翻中路嘅球員。咁如果車路士今場波將一個中場 drop 落去兩位中堅之間的話，就可以令到曼聯嘅卡斯美路以及烏加迪更加難去捉人。然後卡斯度以及車路士嘅兩位中堅球員就可以多啲喺組織嗰陣去尋找拉維亞，利用佢喺中後場轉身嗰下嘅能力推個波上前，化解翻曼聯嘅逼搶。咁不過始終車路士最近喺運動戰方面嘅組織都唔算好有威脅，我自己認為今場波想入翻波的話，好大機會都要靠死球或者12碼幫一幫手。我哋要盡可能喺上半場度開咗紀錄先，令到曼聯需要揾方法去組織入球，然後趁曼聯壓咗上去嘅時候，我哋再專心做反擊。呢一個可能係車路士今場波最有機會贏波嘅方式。咁當然除咗進攻之外，防守方面我哋都要做翻好。上場波對住曼城失3球，證明咗我哋喺大戰方面嘅防守能力都唔足夠，尤其是係高空波方面，繼續都係我哋嘅弱點。而曼聯今場波雖然缺少咗哈利麥加亞，喺死球方面嘅攻勢就少咗個入球點，咁但係佢哋仲有第二個死球空中之王，嗰個就係卡斯美路啦。呢位巴西人今年喺英超已經入咗8球波，係曼聯嘅次席射手，而喺呢8個入球入面，有7球都係嚟自禁區入面出現嘅，當中全部都係一啲死球嘅頭槌入波，包括係首循環對住車路士嗰個入波，呢個數據可以話係相當之誇張。咁所以當曼聯有死球嗰陣，班奴法蘭迪斯嘅傳送，卡斯美路嘅頭槌就係一個非常之可怕嘅入球工具。車路士今場波必須要有重點嘅戰術去招呼佢哋，死球嗰陣就揾1至2個球員去夾住卡斯美路，唔好俾佢咁輕鬆咁頂到波，否則嚟講，我相信車路士今場波係好大機會再失高空波嘅。而且頭先都有講過，曼聯方面就可以將石斯高當咗一個後備殺手，如果下半場放佢出嚟頂頭槌的話，車路士都依然會有好大嘅危險。總括而言，曼聯今場波雖然缺少咗幾位中後場主力，對於整體嘅戰力都有一定明顯嘅影響。車路士方面就可以嘗試利用對方呢一個空缺，喺主場出擊嘅情況之下，嘗試主動採取進攻，務求全取3分。而我自己都估計，車路士今場波繼續都會有失波出現。畢竟我哋喺羅斯尼亞嘅帶領之下，喺英超都只係錄得咗1場嘅不失球。面對住今年進攻能力非常唔錯嘅曼聯，要保持不失球真係相當之困難。我自己就希望喺副隊長安素費南迪斯嘅回歸底下，車路士今場波可以重整陣勢，贏翻一場波，收窄翻同曼聯喺英超嘅分數差距。而呢一個就係我預測兩隊波今場波嘅正選陣容，唔知大家又點睇呢？你哋又認為今場波嘅發展會如何呢？歡迎喺留言區度留言，我哋一齊再探討一下。好，咁今集就同大家講咗咁多先。如果中意我呢條片的話就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讚好我嘅影片，同埋 share 俾啲 friend 一齊聽下啦。咁我哋星期六晚3點再見啦，拜拜。